这是一个手啊顶悬有，这是手，嘿，这是安尼手伸出啊，来。你哪会1、2、3、4、5、6啦？无说是加画一支镜头啊！欢迎收看《台语龙书大考验》。今日的来宾就是咱的李小姐，耶！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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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甲观众朋友 ，Hello。我过来啊。好，安尼咱今日废话莫加讲吼，咱直接开始咱的龙书大考验吼。原本是要印度出来，啊，毋过袂去印拢用画吼，希望大家看有。来第一题，请问安尼长安尼，你要用啥物龙书？迄个一张。答错，唔对，这是一罐藏。挂掉一罐藏吼，咱会用一罐安尼一百个一罐，所以就是一罐藏。第二个吼，这有较抽象吼，这是柑仔，柑仔咱拢讲一粒对嘛？啊，柑仔你甲掰开的时阵，剩安尼叫做啥物？一班。嘿，讲对啊呢，这就是一万。食柑仔的时阵，你会当甲我讲，互我1万就好啊，你无想要食1粒，对无？啊，你无你8 1万互我食，安尼。所以我有3个迄个自我介绍。好，第三题你莫吵啊！这是甘蔗吼，这是个甘蔗。啊，我今日问的是啥物？敢知影？安尼，一扎。毋是，你华语讲是一扎，对无？迄甘蔗安尼一扎。咱的台语吼有专门的用词叫做一함，对，一함甘蔗。来，这题吼，大家爱看这个图吼，这是手啊，遮有一个受伤的伤痕。这个伤痕，咱会讲啥物用词？伤痕哦。嘿，安尼只挂啊！这个用词，一空。毋是，你头壳破一空。伤痕的用词，咱会当讲一顺。挂一顺嘛会使，啊，搁有一个我想要讲的是一只。啊，真明显吼，真明显，这是一个字。啊，字，咱伫台语的用词会当用啥？一字。哎，对无？毋对，正确，一字吼。咱若是讲一个字咯，啊，毋过你若讲一字，哎，你台语真好哦。我台语真好哦。刷落来，为了介好吼，安尼地果。重点是地啊，有遮济时阵要叫啥物？一个地哦。嘿，一个地。嘿，一个地吼，安尼。来，这人参包啊，小笼包台语嘅人参包啊，这龙薯。一笼。人参包啊，龙薯咱会讲一双人参包啊。一双人参包啊。对。来后一题，看图讲故事，一个人安尼。洗一日。嘿，对，一日。一圈吼，台语一日，啊，你嘛会当讲一日，拢会使，嘿，一日还是一日，安尼就一个世界有名的图，一啥物图？来，这是一啥物图？一张图。一张图嘛，袂当讲你唔对啊，毋过有搁较好的。来，一百图，吼，咱这是一百图，对，简单吼，就是电火铺啊。毋是，什么一圈？较暗就是一拍，哦，一拍电火啊，哦，一拍电火铺啊，一拍西装，西装，一梳，嘿对，一梳西装，哦，你画了真袂歹呢，这是倒布，嘿对，哎，我感觉我画了做好的呢，一啥物倒布？一条倒布。一条倒布无毋对，这足简单，这送分啊。这是迄个，这是这鱼膏啊，嘿鱼膏，鱼膏的用词是啥物？头拄仔有教啦，一对鱼膏，一对。我感觉这是迄个，这毋是袂晓讲的问题。一对鱼膏，吼，李亚糖敢有想？李亚糖，我上爱食这，去夜市一定爱食。一安那？一签，接近啊，一签。哦，一签，好啦，算你对。这是软体啊，袂晓画啊，敢晓我安尼画尔。规包的呢，软体。嘿对，一套软体，吼。一个人的面生足侪条啊，对条啊，安尼。规面。嘿对，规面条啊。哦，够可怜。
啊，如果我进行了安尼，哎，即马水当当，我先水当当来规面条啊！啊，你若是要甲我讲条仔籽啊，条仔籽一粒，嘿对，一粒条仔籽，吼，一粒条仔籽，乌仁目镜，乌仁目镜，来乌仁目镜，会对，一副乌仁目镜，哦，这简单呢，一副乌仁目镜。这是一个手吼，啊有一个红啊，哦，像讲布袋戏红啊，这个量词要讲啥？一仙，嘿对，一仙红啊，一仙红啊台语内底会讲一仙红啊哦，配单，配单。一面，毋是一面，配单，咱是讲一领，哦，一领，一领吼，一领配单，安尼，这是壁吼，这是壁。来壁的量词要讲啥？壁，一面，毋是迄华语，要讲啊哦，一堵壁，一堵壁，一堵墙啊，哦，一刀，嘿，一堵壁，哦嘿，一堵壁，哎，这赛事为了无解对哦，这是一个手指。哦，这毋是，毋是，这是手指。好来，手指要安怎讲？手指，毋是，一箍，毋是，一骹手指。好对啦，哦，一骹手指，大家敢有听过？应该有啦，一骹手指我。嘛有听过。嘿，啊来，这个我感觉我嘛画了足水的。电影，嘿，电影来，电影要讲啥物？是啥物电影？我要去看。一寸，一寸嘛会使，搁有另外一个，一波，差一点一泡。哦，一泡，一部电影，哦，一部电影。所来这是啥物？哪啊？毋是啊，这是鼻啊，流鼻水。这较像哪啊吧？这是真正画到怪怪。这鼻啊流鼻水吼，安尼鼻水叫啥物？一啥物鼻水？一个，毋是一缸鼻水，好一缸。哟嘿，水会当用缸的。来，甲你拍无算。无拍着。好，咱头拄已经算了啊吼，李小姐着13题，所以安尼我到搁有30秒的时间。无歹势吼，所以今日吼，咱的节目就差不多到这，13题算无得到奖品嘛是应该啦。啊，我着咧红奖13个。嘿对，对，就是安尼。好，所以今日咱就先讲到这，希望咱大家吼。看这集的节目了，会当对台语的量词更较侪了解、熟悉，安尼咱以后讲台语的时阵，就会当讲甲更较精确、更较好。你若是有介意我的影片，请你甲我试一个赞，分享互你的朋友看，啊，搁有阿妈，你敢有咧看？有订我的频道，多谢大家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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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